哎，美女，我往中心学校怎么走啊？你往前面走，左拐一下就到了。好的，谢谢啊。哎，美女，上那个中学往怎么走啊？那个前面红绿灯左拐就是，左拐就是啊。对对对对。往前边那个看那个路口吧，前面直接往前一走，往右一转就行了，直接让前面这里过去了。这样啊，汇合路啊，那个找路咋走？找路啊，前面有石头看了吧？啊，先往右一拐，直接往南走就到了。什么呢？你帮妈妈拿着。哎呀，疼死我了！哎呀，哎呀，疼死我了！你别走心。陪护孩子的时候，请放下你的手机，一失足则成千古恨。资片全网精品视频群社区，微信搜索 ZP5590 ZP5590，关注后即可免费进群。